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電影 channel CineJack。呢個 channel 係純粹想分享我自己中意同埋想討論嘅電影。今日係我第一集，就嚟講下 Tim Burton 1992年嘅 Batman Returns 蝙蝠俠再戰風雲，一套我覺得嚴重 underrated 嘅電影。呢部唔單止係超級英雄電影，更係一部充滿藝術感嘅經典。嚟，我哋一齊探討下。首先講講呢部電影嘅拍攝手法啦，其實真係驚豔到我㗎。Tim Burton 用咗好多 German Expressionism 同埋 Gothic Art 嘅元素，畫面陰森扭曲，好多陰影同埋好多戲劇性嘅光暗對比。因為拍攝嘅時候用咗好多低感光度菲林，就係呢隻 Kodak 嘅5248 ASA 100。呢隻電影菲林可以做到高對比度同埋有細緻嘅陰影，配合電影本身嘅 Gothic 世界，例如 Penguin 坑渠下嘅世界，或者 Catwoman 高樓大廈跳躍嘅鏡頭，每一個鏡頭都好似一幅幅嘅 Gothic Art 咁，充滿張力同神秘感。特別一提啊 ，Selina Kyle 變身 Catwoman 之前，有個鏡頭見到佢眼睛被陰影遮住，呢個鏡頭巧妙咁 foreshadow 咗佢將會變成戴面具嘅 Catwoman。呢種光影運用增添咗角色轉變嘅神秘感。相比而家 Marvel 嘅電影，嗰啲拍攝手法真係好悶。Marvel 多數都係用平平實實嘅 CGI 綠幕，顏色平實，打燈好似用世界光咁，好假。我覺得 Batman Returns 就唔同，每個鏡頭都精心設計，睇得出導演對藝術嘅要求。同時希望大家可以欣賞下呢部電影佈置上嘅設計，好多佈置都係實物建造，用咗 mini nature 嚟創造呢個 Gotham City， 例如城市嘅景觀、下水道同埋其他你所見到嘅景等等。都係手工製作嘅實景同埋模型，係比較少依賴電影特效。另外啊，想欣賞下電影入邊嘅企鵝有幾勁，邊個協調同設計佢哋嘅服裝都值得加人工。呢啲真係買少見少。呢種好 practical 嘅感覺，令佢嘅世界觀更有真實感同質感，營造咗呢個 Gothic 嘅氛圍，俾觀眾係完全沉浸式咁浸入咗呢個世界裏邊。相比起今日好多電影全靠 CGI。呢種傳統嘅手法真係好值得大家再次去欣賞。另外呢部片嘅拍攝手法同埋攝影風格都影響咗日後好多電影，例如2024年嘅 Nosferatu， 導演 Robert Eggers 都承認佢嘅夜晚場景都係俾 Batman Returns 啟發。仲有我想提埋配樂，作曲家 Danny Elfman 為 Batman Returns 創作一套經典嘅管弦樂。呢啲音樂唔單止營造咗 Gotham 嘅寒冷聖誕氛圍，甚至令到反派角色嘅出場令人更加難忘。之後 Danny Elfman 亦為咗其他超級英雄電影配樂，例如最經典嘅 Sam Raimi 嘅蜘蛛俠三部曲，佢嘅音樂真係令到好多超級英雄電影更有史詩感。呢部電影仲係一部好正嘅 feel bad 聖誕電影，電影背景係設喺聖誕節啦，但完全唔係你傳統嘅聖誕電影。係完全冇嗰種溫馨快樂，相反佢充滿黑暗、孤獨同混亂。Batman 孤獨對抗罪惡 ，Penguin 係被遺棄嘅怪物 ，Catwoman 係復仇女神般嘅角色。相比起其他嘅聖誕電影，好似 Home Alone 啊、Elf 啊呢啲充滿歡笑啊同埋家庭溫暖嘅電影， Batman Returns 係一部令你感覺好唔舒服嘅聖誕電影。正正係呢種反差，先至令佢獨特同難忘。不過好多人都唔中意呢部電影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 Batman 出現時間比較少，喺一部126分鐘嘅電影裏邊 ，Batman 只係出現33分鐘，主角好似變咗 Penguin、Catwoman 同 Max Shreck 呢啲反派一樣。當時華納宣傳策略係針對細路仔市場，推廣玩具、卡通形象同埋快餐聯乘，好似麥當勞開心樂園餐有蝙蝠俠玩具，目標係吸引小朋友。但結果呢，觀眾同家長都好唔中意，因為電影太成熟同黑暗啊。有暴力場面、性暗示、心理扭曲嘅主題，好多小朋友睇完都嚇親，完全唔覺得適合小朋友。玩具銷售都未如理想。正因為呢個商業考慮，之後兩部蝙蝠俠電影 Batman Forever 同埋 Batman and Robin 就有唔同風格。但我覺得大家要學識欣賞呢部電影，因為深入睇落去呢，其實反派係 Batman 自己嘅倒影 ，Penguin 係代表住 Batman 嘅孤獨同被社會嘅遺棄 ，Catwoman 反映咗佢雙重身份同內心嘅掙扎。呢啲元素啊，令到成部電影唔只係打鬥片，反而係一個超級英雄嘅深度反思。雖然當時反應兩極，但後來有部分觀眾漸漸愛上呢部電影，甚至新蝙蝠俠演員 Robert Pattinson 都稱呢部電影為 masterpiece。佢仲話細個嘅時候睇到好驚。如果你中意 Tim Burton 嘅蝙蝠俠世界觀，有一套漫畫叫 Batman 89同埋 Batman 89 Echoes， 前者就係 Batman Returns 嘅續集，加咗更加多嘅細節，而引入新反派
同延續嘅故事發展，而後者故事設喺 Batman 神秘消失之後，市民自己出嚟打擊罪惡，而導致無辜者受傷，引入咗 Harley Quinn、Scarecrow 等等嘅角色，當然唔少得羅賓同蝙蝠女等等嘅人物出現，探索 Gotham 嘅黑暗同心理主題。記得啊，呢套電影完全係同95年至97年嘅蝙蝠俠電影冇關係。總括嚟講啊，我覺得 Batman Returns 係一部嚴重被低估嘅傑作。如果你想睇一套黑暗嘅聖誕電影，呢套係絕對係值得重溫。今集始終係第一集，希望大家不喜勿插，多多支持。下集再見，記得 CLS 撳埋隔離個鐘仔。多謝收睇。